你有冇試過喺買乾糧嘅時候，認真地翻開佢嘅背面睇一次佢嘅成分表呢？然後就話：哦，第一位係新鮮嘅雞肉喎，應該唔錯啦，買佢。但係我話俾你聽一件事，嗱，你做啱咗嘅動作係啱嘅，但係成分表俾一個錯誤嘅答案你，唔係你唔明白啊，係佢根本上面就唔想你明白。大家好，我係 Alex。今日我哋講一下喺乾糧嘅成分表背後幾個精心策劃的設計陷阱。睇完之後嘅話，可能下次你買乾糧嘅時候會更加之嚴謹去睇呢一個成分表啦。第一個陷阱，水分幻覺。成分表咧係按照重量嚟排最高喎，含量最多嘅原材料放喺第一位，如此類推。所以你見到排喺第一位寫住嘅係新鮮雞肉嘅話，你第一個反應係乜嘢？梗係呢包糧最主要係雞肉啦，係咪？應該唔會錯㗎。問題就喺呢度啦。新鮮嘅雞肉裏邊咧，大概係70到75% 係水分嚟嘅喎。咁即係話喺1公斤嘅新鮮嘅雞肉裏邊，真正嘅乾物質，即係嗰啲蛋白質啊、脂肪啊呢啲實際嘅營養咧，係得返250克嘅啫。你而家睇下排喺第3位嘅雞肉粉，雞肉粉咧就係經過脫咗水同埋研磨過嘅，所以咧佢嘅水量咧係只有10% 嘅啫。同一樣係300克嘅雞肉粉，實際嘅蛋白質含量係遠遠高過1公斤嘅新鮮雞肉㗎。所以你睇到嘅排名，新鮮嘅雞肉係排第1，雞肉粉係排第3。但係換算返呢個乾物質嚟講，真正貢獻最多嘅蛋白質嘅，其實就係雞肉粉啦。品牌方知唔知道呢件事啊？佢當然完全知道啦。將新鮮嘅雞肉放喺第一位係一個計算嘅視覺效果，而唔係一個營養嘅決定啊。你而家可以暫停一下，去睇下你個包乾糧，第一位係新鮮嘅肉啦，定係肉粉，定抑或其他嘢？咁你又唔使即刻暫停嘅。聽埋落去，第二個陷阱可能仲狡猾㗎。第二個陷阱，成分拆分。呢個操作比水分幻覺更加之狡猾啊！因為佢唔係利用你唔識化學喎，而係利用你唔識計數啊！假設性呢度一班乾糧，佢裏邊嘅主要成分就係粟米，粟米佔嘅比例係仲要比肉多嘅。但係如果品牌方老老實實咁樣寫成分第一個係粟米嘅話，然之後係肉，你一睇，哦，粟米做嘅乾糧，你會即刻放返低，唔會買嘅喎。所以咧，品牌方係唔會咁樣寫嘅，佢會將個粟米拆開咗佢，變為3樣嘢。第一個粟米粉、粟米蛋白粉同埋粟米胚芽，將佢哋單獨放開，每一個單獨嚟睇，放咗喺肉嘅後邊。表面上好似肉嘅係第一位喎，粟米相關嘅嘢分散晒喺第2啊、第4啊、第6位咁樣樣。你感覺上面，咦，好似係肉係主角喎。但係如果你將3個粟米相關嘅成分重量疊加埋一齊，總量其實係超過肉㗎。呢個操作係完全合法嘅喎。法例冇規定品牌方係唔可以咁做，佢唯一做嘅目的就要令到個成分表睇落去比實際嘅情況更加之好啊！重要嘅事情我講3次，完全係合法嘅。佢唯一嘅目的就係令你想睇唔清楚事實嘅真相喎。所以下次睇成分表嘅時候，唔好淨係掛住睇排名啊，而係要將同類嘅原材料揾出嚟，喺腦裏邊加埋一齊，穀類啊、豆類啊、澱粉類啊，呢啲全部歸埋一堆，加完之後嘅話，你先至睇到一張真實嘅成分表。好啦，而家你已經知道2個嘅陷阱咯，但係我可以話俾你聽，成分表嘅問題點止呢2個咁簡單啦。就算你將水分換算好咗，就算你將同類嘅原材料加埋一齊都好，你仲有一樣嘢睇唔到啊，就係成分表裏邊嘅名字啦，背後到底係乜嘢呢？跟住落嚟，我要講一下喺成分表裏邊經常出現一個名詞副產品。好多寵物主人見到副產品呢3個字，第一時間嘅反應就係：喂，呢樣嘢係垃圾嚟嘅喎，唔好嘅喎。我要幫副產品平反一下，副產品本身唔係問題嚟嘅。
嗱，喺野外嘅貓貓或者係狼捕獵咗之後嘅話，佢哋第一時間唔係食肌肉，而係食內臟嘅心、肝、脾、肺呢啲營養密度極高嘅食品，係比普通嘅肌肉更加之豐富嘅。所以副產品呢個概念係冇問題嘅。嗱，咁點解咁多主人就話副產品唔好嘅呢？嗱，問題在於你根本上就唔知道你買嗰包乾糧裏邊嘅副產品到底係乜嘢。嗱，禽類副產品粉咧，呢5個字法律上邊係可以包含嘅範圍好廣嘅。嗱，可以係雞肝啊、雞腎啊、雞心啊呢啲高營養、高密度嘅內臟，亦都可以係雞頭、雞腳、雞頸，或者係鴨頭、鴨腳、鴨頸、鵝，甚至乎牛都可以。同一個標籤，唔同嘅批次、唔同嘅品牌，實際嘅裏邊嘅內容係可以完全係唔同㗎。你睇到嘅可能係永遠同一個名字，但係裏邊係咩嘢呢？係冇辦法可以核實到嘅。呢一個唔係一個信息透明度嘅問題啊，佢仲有嘅係實際嘅健康嘅風險嘅問題㗎。舉個例子啊，如果你貓貓狗狗對某一些肉類係過敏嘅，當你買乾糧嘅時候，你真係認真地睇裏邊嘅成分表，確認咗冇呢種肉類啦。OK， 我哋買咗餵咗，但係過敏嘅反應仲出現喎。點解呢？唔係你睇漏眼啊，而係禽類副產品粉呢個標籤裏邊可能包含咗你原來已經想避開嘅呢一種原材料咋。你以為你係做咗一個知情嘅選擇，其實你手上面嘅信息從一開始就已經係唔完整啦。呢個唔係副產品就係等於垃圾嘅問題，而係副產品粉係一個你冇辦法驗證內容嘅原料標籤。好啦，我哋講下最尾一樣嘅嘢啦。好多嘅主人買乾糧嘅時候，都會睇下包裝袋上邊有冇寫住符合 AAFCO 嘅營養標準，或者係完整嘅均衡營養呢幾個字喎。睇到之後，佢會覺得好安心。但係我會話俾你聽，呢個只係一個最基本嘅標準。AAFCO 係美國飼料管理協會制定嘅寵物營養標準，係全球嘅寵物食品行業最廣泛攞嚟參考嘅指引。符合呢個指引代表咩呢？代表唔係你嘅寵物食咗就會健康，係食咗唔會出現明顯嘅缺乏症狀。呢一個係最低嘅生存門檻，唔係最優嘅健康嘅標準。打個比喻啊，就係好似政府俾人類制定每日嘅最低營養建議，營養學界嚟講，只係一個預防缺乏症嘅底線，離真正最優嘅健康嘅攝取量仲差好遠啦。AFCO 對寵物嚟講，面臨同一樣嘅道理。所以符合 AAFCO 嘅標準呢幾個字，唔係一個令你可以放心嘅理由，係一個令你需要繼續追問嘅起點。總結下我哋今日3件事先。成分表咧係按照重量去排序嘅，但係重量裏邊咧係有水分，所以排第一嘅新鮮雞肉，乾物質咗之後嘅蛋白質可能遠低於排第3嘅雞肉粉喎。所以睇成分表嘅時候，唔係淨係睇鮮肉，要睇埋肉粉啦。第二，同一樣嘅原材料係可以拆開嘅，令到個主角睇落去好似係肉，但係其實係穀物。所以睇成分表嘅時候，要將同類嘅原材料歸納埋一齊，自己去加呢一個總重量。符合 AFCO 標準係最低嘅生存門檻，唔係健康嘅保證。副產品粉咧係一個令你無法驗證到嘅內容嘅標籤，你睇到個名唔等於你知道裏邊係乜嘢。呢3件事加埋嘅話，講嘅係同一個問題。成分表咧係一個經過設計嘅語言，佢嘅目的唔係讓你睇唔明啊，而係令你覺得以為你自己睇得明。咁樣如果標籤咁難睇嘅話，有冇一種餵養嘅方式係真係令你睇得到、驗證得到嘅原料呢？有，就係鮮食啦。唔係話鮮食完美喎，唔係話乾糧一定唔可以餵，而係當你真正了解乾糧成分表背後嘅邏輯之後，你就會開始想知道仲有冇其他嘅選擇。鮮食係乜嘢？點樣做？適唔適合你嘅貓狗呢？呢個話題我哋下次再講啦。今日嘅內容咧就到呢度啦。鍾意我頻道嘅
點讚、關注同埋分享俾你身邊嘅朋友仔啦。記住，我係用最科學、最簡單、最實用嘅方法教你養寵嘅 Alex 寵物營養師。我哋下期再見啦，拜拜。